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经济部水利署水利规划试验所，伫个南投溪地的头社国小来举办着一场农村体验的活动，邀请到在地士大介绍着早期农村护水的器具，嘛来举办着趣味的比赛，互学生知影早期农民护水灌溉的辛苦，更加来珍惜着水的资源。 早期的农村咧种田真辛苦，尤其是大水期的时阵，农民啊想办法灌水来灌溉。还好邀请在地91岁时代小解护水的工具。没有这一支哦，你拿不到水。没有这一支你们不会生出来。真的，你要种田没有水，一定要靠这一支。所以说这一支的话哦，无形中它很有那个很有价值。 甲咱这起价同款，你好这水吼，你就地法补落，啊，都爱不是，然上迄个2工好一解。除了透过用口语的讲解以外，学校嘛准备材料，教囡仔做小型的护水工具。好玩，去把它倒水的。把这个观念把它找出来，那透过学校教导这个学生，让他们知道饮水思源。 为着让囡仔体验早期农村护水灌溉的过程，学校透过趣味的竞赛，让囡仔哪算哪学习。好啊，他们很辛苦。囡仔透过 DIY 还有趣味的竞赛，了解早期农村灌水的辛苦，嘛了解安怎保护土地、爱护环境、珍惜水资源。